台湾老米山讲，山区偏乡的流浪狗真正无像市区是规定的，甚至会做伙攻击，互当地民众惊觉。不过一直以来，丢失收容所其实是动保教育园区的议题，结果拢无落实。伊强调，像焚化炉、基地台，大家拢无爱要抗争，但却一定需要，所以一定要尽速解决，用自治法规来约束。我们一直谈，我们要找什么地方来收容？可是呢，什么园区我们也讲了一堆，真的要落实，我知道没那么容易。可是呢，这个议题不能不落实去做。基本上来讲，民众不是说天天，可是经常就是在反映。拜托议员跟我们市府讲一下，这个狗是不是可以抓掉？而每次我只要经过的时候，就围攻我们，就要咬我们。偏远的地区真的非常多，这种状况。议员除了希望流浪狗问题会当设立户外教育园区的立场来教育后一代，嘛进一步为配合滨众园区内爱规划有宠物专业的滨众园区来清明。台南新闻，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